望伫今仔日的礼拜当中，阮拢会当欢喜享受甲主做伙的时间。咱做伙来用这首诗歌来安静咱的心，开始今仔日的早祷会和敬拜。求圣神同在，开阮的心，放落一切烦恼、重担甲忧愁，互阮伫今仔日的敬拜当中会当享受主你的疼，享受主同在的美好。主啊，你是阮的关台，阮的保护者。求主使阮有信心，知影你是阮的倚靠。有你的陪伴，阮会当有喜乐、有平安。求主互在座每一位兄姐，伫今仔日的礼拜。不管是敬拜赞美、启应文、祈祷、读圣经，还是牧师的讲道，拢会当有新的领受、新的看见、新的体会。求主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亲自对阮讲话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祝福今仔日的儿童主日礼拜，无论年纪偌小，互每一个囡仔的心。拢会当互你的疼所充满，有你的同在，我嘛为所有的人祈祷，愿主打开每一个人的心，大滴甜美的心，领受你的教导，互每一个人的。刷第二项，咱来为着教会50周年庆的筹备来祈祷，嘛要特别为着主日学的事工，请咱做伙开嘴。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富强教会行过49年，伫今年咱要进入第50年，阮5年献上感谢，感谢你过去的恩典，互富强教会有一群听主的兄姐，因真热心传福音。互教会的人数有增长，主你是阮的坚固石磐，有你的引带带领，
阮富强教会才会当有成长。即摆已经有真侪庆祝的活动、庆祝的事工伫计划伫进行。伫即个过程当中，求圣神常常提醒阮，互阮知影阮所做的毋若是外表的欢喜庆祝，毋若是活动尔，是会当互阮所做来荣耀你的名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，会当引带搁较侪人来认捌主。伫筹备的过程，嘛互阮谦卑学习，安那互相同工，安那甲主来同工，互阮学习会当搁较侪主目看上帝。主耶稣嘛，求你帮助阮看见未来，借着50周年庆的各种事工，求主耶稣帮助阮，求圣神的火点到每一位兄弟的心，互阮的信仰会当坚固徛在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。我嘛特别为着主日学的事工来祈祷，阮需要你的带领，求你坚固一阵主日学老师搁校长，互阮搁较侪主目看上帝。当阮软弱无气力的时，求你扶持阮。阮需要你的听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同心合意，服侍即阵主日学的学生。嘛求你亲自开路，带领搁较侪囡仔来到阮的当中，互阮伫人数顶悬会当有突破。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啊，你是起造教会的主，感谢你带领教会进前第50年，求你亲自引带每一个筹备的过程，使落同心合意的人家智慧，好50周年庆，毋但是回顾过去的恩典，搁较会当看起未来，互教会真多搁较侪人得到医治，得到最好的所在。过来第三项的祈祷，咱要为着今仔日詹牧师的讲道，搁有主日学学生的服侍来祈祷，请咱做伙开嘴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今仔日是儿童主日学的主日，求主圣神给我詹牧师的嘴，互伊所传讲的信息进入阮的心。那亲像主耶稣，你伫甲阮讲话，今仔日的礼拜是由阮即阵学生来服侍。嘛求主赏赐勇气甲信心，互阮即阵老师甲同学。可能阮的紧张，可能阮的准备还无够，阮的能力不足。但是阮知影主耶稣你是阮的帮赞，阮的气力，互阮伫服侍过程当中有欢喜快乐的心，愿意服侍的灵，享受同心合意为主做工的一个过程。求主祝福今仔日2场的礼拜，互阮伫礼拜当中有上帝的同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求主带领詹牧师今仔日的信息，赐予伊智慧甲稳固，互伊所传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会转来力量安慰甲体恤。也愿你跟讲所有服侍同工，特别是今仔日儿童主日学生的服侍，互伊所有服侍客主带来力量。
请兄姐做伙对座位起立，咱来大声欢呼，敬拜咱的耶稣。
是咱做伙来唱圣诗319首，细汉